在充滿探索氣息的課堂中，幼稚園3年級的幼兒化身建築師與設計師，運用紙杯、雪糕棒、吸管和膠紙等物料，層層堆疊出獨一無二的摩天大樓，展現無限創意與設計潛能。本學年課程由淺入深，上學期從生活中的科學出發，讓幼兒認識人體骨骼、重心與平衡，並利用平板拍攝和繪畫。下學期則聚焦創意工程與未來城市，挑戰建造摩天大樓，用簡單電路點亮燈泡及設計北極熊小屋。經過1年的探索，小小實驗家們獲益匪淺。他們學會了觀察提問，探究高樓不倒的原因，學會了反覆試驗，調整角度，固定物料，更學會了合作溝通，彼此分工。面對高塔倒塌，孩子們不再氣餒，反而自信地說：我知道那裡有問題，再試一次。這份解難與抗逆能力令老師深為感動。這段探索旅程讓孩子們蛻變為懂得主動觀察、積極解難，在失敗中互相扶持的小小工程師。願你們帶着這份對世界的好奇與自信，在未來的成長路上勇往直前，創造更多可能。